来看民间拉的首都打卡的劳工法庭哦，查伊无设劳工福利基金，违反劳动法，甲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尤努斯判6个月有期徒。尤努斯的律师是表示讲，这是政治的动作，目的是来抹黑尤努斯。 孟加拉国际有名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创立的非营利团体乡村电信，是这摆劳资争议的焦点。乡村电信有孟加拉上大的行动电话公司，同时是全球上大的电信公司挪威电信子公司的乡村电话37%的股份。打卡劳工法庭的首席法官在判决书当中指出，乡村电信67个职员是永久员工，不过公司所无设备员工福利金，而且照公司的政策5%的股利应该分给员工。尤努斯甲公司的3个董事拢被以违反劳动法为理由判6个月有期徒刑。尤努斯的律师表示，除此以外，尤努斯也阁因为涉嫌违反劳动法甲贪腐，也阁其他100多项的指控。 যে দোষ করি নাই সেই দোষের শাস্তি পেলাম এটাকে ন্যায় বিচার যদি বলতে চান বলেন এটা আপনার ইচ্ছা 尤努斯的支持者甲律师是指这案件完全是因为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要伫当全世界面塑造个保障尤努斯。孟加拉特别伫提前举行大选，虽然受到主要反对党的反对，不过总理哈西娜领导的孟加拉国人民联盟因公是确定赢第5个任期。长久以来，尤努斯都被哈西娜阵营看作是暗中的竞争对手，伊协助数百万人脱离散车微型贷款，都被哈西娜批评是用高利率。 是散车人的会。 Labour Tribunal has been weaponized against a Nobel Peace Laureate, while labour laws are being broken, violated in the most severe way every day in every factory, even on the streets of Bangladesh, and the government does nothing. 去年8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160个全球有名人士，要发表联署批，讲尤努斯一直受司法骚扰。将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艾琳卡恩采取用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出席法庭的判决，讲这诉讼是对正义的考试。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